再来看行政议会将通过性平三法修正草案，针对权势性骚扰会来加重处罚，加重1/2的刑期哦。若说头家是加害者，上最是当罚100万。修法唔能限制私人的企业，政府机关的首长卖比较办理。最近性骚扰事件真多，引起国内Me Too热。行政议会13通过统称性平三法的性骚扰防治法、性别工作平等法、性别平等教育法等修正草案，其中上予人注意的就是针对权势性骚扰加重处罚，刑度、罚款、赔偿全部调悬。以被害人保护为中心，目标为强化有效打击加害人的财罚处置，完备友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。并采跨领域、跨专业、跨部会的联防方式。修正草案伫刑事部分，雇主、机关首长等利用权势犯性骚扰罪证，会加重伊的刑度1/2，相当达到3年。行政法的部分，雇主若是性骚扰案行为人，相关会面临100万的行政罚款。另外，订定民事定罚性赔偿，相关会达到法院判定求偿金额的5倍。我们申诉的第一轨是内部的，比如雇主对他受雇人员间的，或者机关内部的同仁间的，这个是第一轨。第二轨外部化就到地方的主管机关了，可能是卫政机关，可能是劳政机关。第三轨就是所谓的民间团体的协力哦。根据修法草案，除了私人企业雇主受到规范，各机关首长嘛比较办理。未来主管牵涉到性骚扰，都是一般的权势性骚；雇主也是机关首长，是性骚扰加害者，都是特别权势性骚扰。另外，伫个修法完成了后，差不多有10项处罚需要各部会另外定。不过有一寡规定，像讲处罚会当立刻实施，无需要准备期。部分牵涉到配套这一部分，暂定伫明年3月7日妇女节就有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